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就是第61页，那在觉知的第二段，那就讲述了说，出者呢就是跟现前的在觉知呢，又分为现前的在觉知呢，又分为跟现前的在觉知、异现前在觉知、自证现前在觉知、余切现前在觉知。那以及呢，我们提到一个就是以上四者皆非的现前在觉知。那这边就是上一堂课结束了，就是现前在觉知。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分别的在觉知呢，又分为两个，所以二者呢分为二，就是由现前引申的分别在觉知，还有由彼度引申的分别在觉知。那第一个呢，由现前引申的分别在觉知呢，它的事项呢就提到说，就是在直射的现前，就是直射跟现前呢之后所生的确定青色的决定知。那这个呢是属于就是由现前引申的分别在觉知，就是我们一个眼知呢，直射的根知呢，那透由直射根知呢，然后升起了一个这个是青色的这种决定知的时候，就是确定是青色的决定知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属于第一个由现前引申的分别在觉知。那我们呢，在解释，就是在讲详细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以瓶子来说，比如说呢，有一个直持瓶子的眼知，那这个直持的瓶子的眼知呢，那它正得的瓶子，那这个直持瓶就是直瓶的这个眼知呢，那我们知道说它是正的瓶子。那我们之前也提到呢，直瓶眼知的第一刹那呢，它是属于量，那这个量呢是属于限量，那这个限量呢，它的相续刹那的它的相续后刹那呢，就是第二刹那开始呢，它就是属于就是根知的在觉知。那这个根知的在觉知呢，根知的在觉知之后呢，他的心里面呢会升起一个分别心，就是他会呢升起一个我眼睛看到的这个东西呢是瓶子，他这时候确定说他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是瓶子，那透由这个直瓶眼知呢，它所产生确定瓶子的这个决定知呢，那这边决定知呢，它就是属于分别知，所以呢，这里就提到说呢，透由直瓶的眼知呢，然后而后呢所引申的这个直瓶的决定知呢，确定是瓶子的这个决定知呢，那就是这边所讲的透由根现前呢所引申的分别在觉知。那在这边呢，就是要特别注意到两个字，就是提到说引申，因为我们讲到说呢，就是它的前一刹那呢，如果是根知的话呢，不一定会引申。所谓的引申呢，我们这边讲说由根现前引申的分别在觉知呢，就是透由，比如说像刚刚讲的直瓶眼知呢，它已经证得了瓶子，那它证得瓶子之后呢，它证得瓶子的这个力量并没有消退，它不消退呢，然后而后所引申的这个分别知呢，就是这里所讲的由现前所引申的分别在觉知。为什么特别讲到说引申呢？因为你仅光由现前呢跟现前之后所生的呢，它并不表示能够引申。为什么呢？就是像跟现前之后呢，它有可能升起就是显而未定知，那显而未定知呢，它就是没有办法证得，或者说它是没有办法去了知外境的，它是没有办法证得境的。所以在这边提到说引申的呢，由现前所引申的呢，就是它之前的这个现前或是限量，它证了之后呢，它证得境的这个能力呢没有消退，那之后的这个分别知呢，透由它所证得的这个力量呢，然后再去决定或者说再去了知它所证得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呢，那这种才叫做说由现前所引申的分别在觉知。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说呢，现前所引申的这个分别在觉知呢，既提到引申呢，其实我们可以跟前面所讲的性相呢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这边讲到说引申呢，就是比方说现前它证了之后呢，那它所证得的这个力量没有消退，然后呢，才引申出了后面的这个能够决定的这个了知。那所以同样呢，这个我们看到性相的时候，因为性相讲到说它能够通达自己前量所以通达，所以这个前量所以通达的意思呢，就是能够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就是这边所讲的引申的意思，就是它并不是由智力去证得，而是有一个
它前面的这个根支已经正德的这个力量呢，然后让它能够去正德的缘故呢，所以才用到引申这两个字。第二个呢，我们了知了第一个之后呢，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更容易去了知了。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如通达生无常的第二刹那的比度呢，是属于分别的在觉知，就是它前面呢有一个比量，就是比量已经通达之后呢，那比量正的这个外境之后呢，它的能力并没有消退，那由后面呢，就是它能够再去通达的这个比度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分别的在觉知。那我们在讲述就是分别在觉知的时候呢，那就是从它名字来看，就是可以很轻易的了解到说，它本身呢既是分别，然后呢又是在觉知的呢，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分别在觉知。所以呢，这边呢就看到说，就是讲完之后呢，就讲到说，就是二者分二，由现前引申的分别在觉知，还有由比度引申的分别在觉知。那在讲述事项的时候呢，就提到说，第一个事项就讲到说，它是跟随着直射的现前呢，就是直射的根现前，或者说直射的眼知呢之后所产生，然后确定我眼睛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呢是青色的这个决定知。那第二个呢，这个是第一个的事项。那我们在讲述说决定知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是一个能够证得尽的一个了知。那通常呢，这是一个能够决定尽的这个了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通常会用到就是决定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提到说能够意念的这种了知。那意念能够意念或是想起的这种了知呢，它一定是属于分别知。讲到第二个呢，就提到说呢，通达生无常的第二刹那的比度呢是第二，也就是呢比度引申的分别在觉知。那我们这边呢，先讲述说第一个呢就是通达生无常。那生无常我们要如何的通达呢？就是生是无常这一点呢，它是透由如何去了解的呢？就是凡夫在最初证得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要透由正因才能够证得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是无常这一点呢，它是属于略隐蔽分。那我们之前呢已经讲到说，就是我们可以把就是法类呢分为就是可以现前领纳了知的，那以及说没有办法透由现前领纳了知，那需要透由正因去了知的这种隐蔽法。那隐蔽法呢又分为像是略隐蔽法还有极隐蔽法。那这个生是无常这一点呢，它是属于略隐蔽法。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要证得生是无常之前呢，是需要透由一个正因。那这个正因是什么呢？就是透由它是刹那刹那坏灭这一点呢，然后来证得生是无常的。那透由刹那刹那坏灭的正因呢，来证得生是无常的这个呢，最初证得的这个量是什么呢？也就是比度的量。所以第一刹那呢，也就是比量。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说，这边他所放的呢是提到说生是无常第二刹那的比度。那你要了解第二刹那的比度之前呢，你要先了解它的第一刹那呢到底是什么。通达生无常的第一刹那呢，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它是略隐蔽分的缘故，所以它在最初证得的时候呢，一定要透由正因证得。那透由正因证得去了知的这一种心事呢，它一定是比度。所以加上说它是第一刹那的缘故呢，所以它一定是比量。所以当你了解了说第一刹那的比度呢，证得生是无常的这个比度它是比量的时候呢，那它相续的第二刹那呢，也就是属于这边的第二刹那的比度。那所以呢，这边讲到说第二刹那的比度，那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就是证得生是无常的第一刹那呢，它一定会是比量。就是凡夫呢，在最初证得生是无常的时候呢，因为它是略隐蔽分的缘故，所以最初要证得它，一定要透由比量去证得，也就是证得生无常的第一刹那的这个比度呢，它一定会是量。那既然讲到量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它是比量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它一定是有透由一个正因。透由这个正因决定之后呢，然后去证得了生是无常的这个境。那它的相续呢，就是同样的，透由正因决定之后呢，那这个它所决定的这个境呢，就是生是无常的这个境呢，这个能力呢，它并没有消退。虽然它的第二刹那不需要再透由另外一个正因，然后才去
重新了解，或者说再去重新证得生死无常这一点不需要，因为第一刹那已经证得的缘故，所以他只要延续着第一刹那所证得的这个能力，因为第一刹那证得生无常的这个能力呢没有消退的缘故，所以他只要延续第一刹那的这个正因决定的这个能力呢，去证得生死无常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分别在觉知。那所以呢，这边讲到说，通达生无常第二刹那的比度呢，是第二之故。所以就讲到说呢，它主要呢是透由它为什么是由比度引申的分别在觉知呢？因为它的前一刹那呢是比量，那比量呢它是一定是可以通达尽的，所以它通达了生无常之后呢，那它的能力不消退的缘故呢，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它是通达引申自己前量，它的前量呢，它的前一个量呢就是比量，就是证得生死无常的比量。那证得这个生死无常的这个比量呢，它所以通达的这个了知呢，第二刹那的这个了知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呢，由比度所引申的分别在觉知。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讲到刚刚第一个呢，就是由现前所引申的分别在觉知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就是直清的眼知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量，就是引申自己的前量，就是引申能够确定清澈这个决定知的它的前量是什么呢？就是直色的眼知，直色的这个根知呢是它的前量。那这个通达之后呢，然后他再去通达它的一个非量的了知，那也就是只要说第二刹那，所以这个呢就是属于分别的在觉知。那所以呢，这边在讲述呢，就是跟现前的在觉知，还有分别的在觉知的时候呢，那这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像之前想讲到说跟现前的现前的在觉知呢，分为像是跟现前在觉知、异现前在觉知、自证现前在觉知，还有一些现前的在觉知呢，那它的体性呢，基本跟它的前一刹那呢是一样的。就是跟现前的在觉知呢，跟它的前一刹那，就是第一刹那呢，就是跟现前呢，它们的体性是一样的。那同样，异现前的在觉知也是一样，那到一些现前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这里讲到说分别在觉知的时候呢，就是提到了说由现前引申的分别在觉知，还有比度引申的分别在觉知。那虽然说呢，这两者它都是在觉知，它都是分别在觉知，它的体性呢都是属于分别，但是呢，能够引申它的前面的量呢是不同的。一个呢能够引申它的量呢是限量，那一个呢能够引申它的量呢是比量。虽然说最后它二者的体性呢都是属于分别知，但是呢，在能够引申它的前量呢是有所差别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最后一段呢，那引呢就是据理论。那据理论呢，就是一般我们也叫做量观察论。那据理论里面呢，就提到说，第一刹那现前与第一刹那比度，此二者是量，彼等之相续中成立及安住者，则不是量，薄除诸后来者是量。那从这段话呢，就看到说，就是这个呢是出自于就是法圣论师呢他所造的据理论。那法圣论师呢讲到说这边的，那当然呢他这边所讲述的是属于凡夫心绪里面的这个了知，并不是像指佛陀心绪里面，因为佛陀心绪里面呢，它的任何一刹那呢都是属于量，并没有非量的存在。所以呢，这边主要是探讨就是凡夫心绪里面，就等于说呢，凡夫心绪里面呢，第一刹那的现前，还有第一刹那的比度呢，这两者是量，就提到第一刹那的现前叫做现量，那第一刹那的比度呢叫做比量。那在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刚刚讲到，就是第一刹那的限量，还有第一刹那的比度呢，这两者称之为是量。那今后讲到说，彼等相续中成立及安住者，则不是量。就提到说，彼呢，则是说，无论是第一刹那的现前，或是第一刹那的比度也好呢，那他们的相续中所成立的，以及安住着呢，都不是量。那这边成立呢，指的是静；那安住呢，指的是有静。就是说，在第一刹那的限量以及第一刹那的比量呢，那它的相续之后呢，就是
它的续流之后，就是第二刹那以后的这些呢，都不能够称作是量。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彼等之相续中成立及安住者。那这边成立及安住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成立呢，它指的呢是静，那安住呢指的是有静。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就以说，我们先以现前来说的话呢，就现前的第一刹那，比如说直青色的眼知，第一刹那呢，那我们讲到说第一刹那它是属于限量，那它相续中成立，就是它的静呢，就是那第一刹那之后，它的相续之后呢，相续之后能够相续之后的成立，就是讲说是静嘛，所以第一刹那呢，它所证得的静呢是青色，所以同样呢，第二刹那所证得的静呢也是青色的，所以他们两个呢成立的东西呢是一样的，就是表示它的静呢是一样的。那同样呢，即安住，安住的意思呢，我们讲到说是有静，那一样在哪里呢？就是第一刹那的直色的根知呢，直色的眼知它是直色眼知，第二刹那的直色眼知它也是直色眼知，它并不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它的体性呢并没有转变，因为它是同一个相续流的缘故呢，所以提到说彼等相续中成立及安住。那在藏文里面呢，就是成立及安住之后呢，它其实有一个成立及安住是不变的，还有加一个是非异，就是它的成立及安住是非异的。那为什么要加非异呢？非异就是不是相异的，非异，一异的那异不是相异的。为什么说不是相异的呢？就提到说，因为呢，我们之前一直讲到说，现前证的时候呢，他所证的这个能力没有消退的缘故，所以第二刹那呢，他不需要再透由智力去证了，他只要靠着第一刹那的这个能力去证的缘故呢，所以在这边呢提到说安住成立呢及安住是不异的，就是它和第一刹那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它们的境呢也同样都是青色，那它们两者呢也同样呢都是属于直青的眼知，所以呢境跟有境这两者呢都是不异的，所以从这个不异这两个字呢可以了解到说，第二刹那所证得的呢是透由第一相续证得的力量不消退的能力而证得的缘故呢，所以讲到不异。那所以同样的呢，刚刚我们是讲述现前，那比度呢也是一样，就是比度的第一刹那呢是比量，那比量呢它的相续之中呢，那它的成立还有安住呢也是不异的。为什么是不异的呢？就是透由第一刹那呢，它证得生死无常之后，它透一个正因呢证得了生死无常之后，那同样的，它的成立呢，就是它的境一样，在第二刹那的时候呢，它的境也是生死无常。那同样呢，在第二刹那呢，它也是证得生死无常的比度。所以呢，他们是同一个相续。所以在讲到说成立的时候呢，只要说它的所缘的境呢是一样的。那讲到安住的时候呢，提到说，因为他们两个是同一个相续的缘故，所以呢，后面会加一个就是成立，彼等之相续中成立及安住不异，成立及安住者不异。那这个不异呢，就是原因，就讲到说为什么它是不异的呢？因为它是延续着第一刹那，所以它的所证得的境也好，是同样的境，都是生死无常。那同样呢，它是属于同一个新的一个续流，他们呢都是证得生死无常的这个比度的续流，不过是一个是第一刹那，第二刹那，所以它并不是另外证得的缘故。因为它不是另外证得的缘故呢，所以它不需要透由另外一个原因去证得，所以它不会是一个新的量。所以讲到说呢，因为不异的缘故呢，所以它们则不是量。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呢，这个现前这个桌上呢有一个瓶子，那我证得瓶子的这个眼知呢，就是我看到瓶子之后呢，那我证得了瓶子的这个眼知。那我证得瓶子这个眼知之后呢，然后之后呢，小林过来了，然后小林过来之后呢，他也看到了这个瓶子，然后他也升起一个证得瓶子的眼知。那这个时候小林证的瓶子的这个眼知呢，它并不是因为是我先看到的嘛，我先看到了瓶子，所以我升起一个证得瓶子的眼知。那小林后看到，那不能说因为小林在我后来看到了，小林在我之后看到了瓶子，升起了一个直瓶的眼知，所以他的直瓶眼知和我的直瓶眼知是同一个续流，这个是
这个是不合理的嘛，因为小林他在正的平直的时候，然后升起这个直平眼支的时候呢，是透由他的力量，他自己的力量去正得的，并不是透由我正得的这个相续力量去正得的。所以在这边最主要讲到说呢，就是彼等相续中的成立还有安住，就是他所正得的静。还有呢，虽然说这边讲到说我和小林，虽然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平直，但是呢，安住在安住这个地方，就是有静的地方是不同的。因为呢，小林看到的跟我看到的呢，并不是同一个心的序流，它是自立正的缘故，所以它直平眼支的第一刹那呢，还是可以称之为亮。因为如果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安住成立及安住不异的话，如果说他的眼支跟我的眼支是不异的话呢，是同一个序流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成为亮的。所以这边最主要加上不异的缘故呢，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举一个比较容易懂的例子来说好了，就是我和小林呢两个人是认识。那今天呢，我带一个就是我认识的老朋友来，然后介绍给小林的时候呢，那对小林来说呢，我这个老朋友是小林的新朋友，并不能够说因为之前呢我很熟悉这个人，他是我的老朋友，所以他同样呢也变成小林的老朋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小林今天才认识他，对他来说这个人呢今天才是他所认识的这个一个新的一个朋友。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就如同我们的相续一样，对我来说是老朋友的话呢，不表示说跟我一个不同心绪的友情对他来说这个也是一个他熟知的人，不是。所以同样呢，我心绪中所证得的呢跟其他人心绪所证得的呢不是同一个序流，所以不能够把说因为我证得过了，他是我后面证得的呢，所以他这个不能够称之为亮，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对他来说呢，这个还是新证得的。就是用这个比喻呢来，就是像我们一般讲话的时候，就是说哦，这个人对你来说是老朋友，但是对我来说呢，他也是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刚认识的新朋友。所以同样的呢，当我们的新的序流是不同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说不同序流的这个人的这个新认识的这个了知呢，是属于在觉知，不能够这个样子，因为你们是已经是完全不同新的序流的缘故。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法圣论师呢，他所造的这个据理论里面呢，虽然说他引了这个据理论，但是据理论它主要是成立呢，就是透由理由是成立的，它并不仅仅是透由的就是经论而已，它最主要呢也是由理由去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彼等相续中的静和有静呢，是不是相异的？它静和有静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静呢是同样的对境，那它的有静呢是同样一个序流的缘故呢，所以呢，就比方说透由这个经论的这个引经据论呢，然后来成立到说现前还有彼度的第二刹那呢，它不是亮。就提到说，因为它是同一个序流，所以它并不会成为亮。所以后面提到说呢，薄除诸后来者是亮，就是除了第一跟第二刹那，无论你是现前也好，还是彼度也好，除了第一刹那能够称之为亮之后呢，那后面第二刹那之后呢，都不能够称之为是亮。所以提到说，薄除后来者是亮。那有此之故，那这边呢还有特别的阐明，就是特别的去解释到说呢，在这里呢。指到说就是相同的成立及安住，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提到一个相同的成立及安住，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成立及安住是不异的，不异的呢，那这边他解释说就是这个不异的成立和安住呢，他把它视为相同的结果。那虽然说这边呢是这样去解释，不过以我们刚刚那种方式去解释呢，大家应该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就是它的静呢，它的成立，它的静呢是同一个。那它的安住呢，它是同一序流的缘故呢，所以呢，第二刹那之后不能够称之为亮。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呢有点超过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